添喎，15秒。好啦，賽事啱啱過咗1分鐘，頭車 Douglas， 二車阿媽，三車 David， 四車阿樂，跟住 Nelson、阿森、Eric。David 快啲過13秒02啊！頭車 Douglas 7個圈，二車 David 6個圈，三車阿樂5個圈，四車阿媽5個圈，五車 Nelson 都係5個圈，六車阿森 Eric scan 唔到嘅車。要讓阿樂佢係頭車，要讓埋你後面嗰架阿樂，唔該曬阿樂。啱啱 Douglas 做咗個8圈15秒8。Eric 我 scan 咗啦，架車已經。賽事啱啱差唔多過3分鐘，頭車 Douglas， 二車 David， 三車阿樂。聲手位有意外啊，小心！聲手位有意外。直路頭係聲手位有意外。好，繼續。再講頭車 Douglas， 二車 David， 三車阿樂，四車阿媽，五車阿森，六車 Nelson、Eric。直路尾，聲手位清咗，直路尾清咗。暫時頭車快二車1個圈。小心！賽事過咗一半，排位 Douglas 16個圈，二車 David 15個圈，聲手位小心。三車阿樂14個圈，四車阿媽13個圈，五車阿森13個圈，六車 Nelson 12個圈，幾車 Eric 6個圈。Nelson 要兩樣嘅，紅嘅車係頭車嚟嘅。頭三位仍然不變啊 ，Douglas、David、阿樂。Douglas 同阿 David 係爭個半圈度咯。要擺。阿樂要運用後面架車。
賽事剩翻2分半鐘，頭車 Douglas 22個圈，二車 David 21個圈，三車阿樂18個圈，四車阿森18個圈，五車阿 Mark 18個圈，六車 Nelson 17個圈，尾車 Eric 11個圈。直路中小心，直路中，委人執車直路中，唔該，直路中有意外，直路中。賽事剩翻1分半鐘，頭車 Douglas 26個圈，二車 David 25個圈，三車阿 Mark 22個圈，四車阿森22個圈，五車阿樂22個圈，六車 Nelson 19個圈，尾車 Eric 14個圈。唔該。剩翻1分鐘。直路中近車手位，小心！直路中近車手位，清咗，唔該。唔夠30秒啦，頭車仍然都係包括31個圈，二車 David 29個圈，三車阿 Mark 26個圈，四車阿森26個圈，五車阿樂26個圈，六車 Nelson 23個圈，尾車 Eric 17個圈。最後5秒。Douglas 收車 ，David Nelson 阿 Mark 收車，阿森收車，阿樂收車 ，Eric 收車。頭車 Douglas 做咗33圈，對 best lap 係12秒7。二車 David 做咗31圈 ，best lap 係13秒。三車阿 Mark 到28圈，成績係14秒3。